今天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呢，能来到这个会场来参加我们的党员大会啊，可以在这里呢向大家呢，还有我们的党的干部呢，说出我们的意见。我们呢，当然也是希望我们民众党作为一个新兴的政党，在未来的经营上可以越来越好。所以以下呢，我在这边有收集了几点，希望未来党部方面呢，可以好好的改进的地方。第一的部分呢，就是强动员，因为这次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跟蓝绿的传统两大党来讲，我们在党员的上，我们很多党员都是自带粮草的志工，所以在动员上，我们可能没办法像传统两大党这样子有这么强大的动员力。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党部可以跟我们的党员呢，可以建立很好的那个连结和密切的那个通讯，像是电邮啦，还是我们最近常常收到的赖的那个消息啊，还有简讯啊，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未来我们应该要再多多检讨，看怎么样可以让党部的很多的重要的活动啊，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造势，还有这种学习的这种机会座谈啊，可以更清楚的传到我们党员这边啊，让我们党员有这个机会呢，鼓动我们党员一起来参加，然后让我们的党的气势呢，还有我们的活力可以热衷一点。再来呢，就是希望可以活化我们的那个建言的这个管道，希望我们的党员呢，还有我们中央呢，可以建立一个从上到下。不管是从上面的政策理念要传达给我们下面的党员，还是我们下面的党员呢，在我们的生活上啊，还是我们的地方上遇到了什么样的政治上的问题，还是有什么好的建议，有关党的也好，或者是社会的也好，都可以希望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清楚的传达到上面来。这样，好，我就简单这样子几点报告。谢谢，也恭喜你是台湾民众党第一位这个党员大会的建言哦，谢谢哦，谢谢。可以，谢谢。好，我们这个叮叮响后剩30秒，请大家把握时间。我们第2位请开始。好，还有那个，我想讲的大概以3点为主。那首先就是以我们目前党现在这个是党员大会为例，我们希望那个民众党它能够加强党内的章程规范，建立 SOP 公开透明的机制。然后，例如说，像是现在这次的党员大会，其实就是一开始的制度没有设立好，所以才造成的纷争。然后还有最近一些网络上的纷扰，例如说什么党员之间的纷争啊那种事情，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 SOP 的作业。另外就是包含像是我们的那个经费的使用，就是我希望可以公开透明。好，然后再来就是我希望党内可以再更加强化年轻人有感的议题论述。像是居住正义或是劳工高工时这种事情，我觉得党内应该要有，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需要强力宣传，甚至我说就是把它当作是一种高调的去诉求，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那个声音去传达给年轻人。那这样子的话，我是希望说我们党内的那个对年轻人的那个支持度能够继续的，就是能够往上提升。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我希望党内对于那个党员发表意见的管道，像是那个光谱论坛这一些，就是我们的那个党内的那个网站呢，我希望它能够有就是更完善的那个制度，然后以及可以跟就是党内的高层有到更多的交流互动，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党员的意见能够真正的被那个上面人听到。我想讲大概就是这些，谢谢大家。好，掌声鼓励，谢谢，谢谢。主席，各位长官，各位同志，大家好，我是来自云林的高建中，我在这边有一点建议党，在人才培养以及选举经费以及他未来在选务的各项的选前选后的各项的生活保障，在那做一个规划，比如说修法，修立各公职人员的所谓薪资待遇以及各项人员的助理费用的提高。为什么你要强调青年？可是呢，你又没给他一个经济的资源，他未来生活保障怎么办？他怎么投入政治？他怎么青年？他要去收钱，他要去干嘛？他因为他过不下去。那既然我们标榜青年，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的这些家族政治以及派系政治，那我们党就要规划一份基金，一份这个所谓的选举资金的规划的资助方案，包含修法或是说其他的党内资金方案，能够支持有理想的年轻人出来从政，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未来走向真正一个理想化的一个政党，跟迈向理想化的国家。以上，谢谢。
谢谢建中，谢谢你从云林特别来，谢谢你哦。主席团还有各位党员，我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呼吁大家把握这个从政这个机会。那我之前就是毕业以后就到大陆工作，然后几年前还有在他们平潭岛任一些公职。即使这样子，我们都没有一点那种从政的机会。那今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来参加这个大会。那这个感动的原因呢，其中有包括一点哦，就是说，我们这个党是不是太前进了，然后太重视年轻人了？像我这个林志燕这种名字，蔡奇安名啊，一听就知道是50几岁耳机上。所以，像我到图书馆去看那个管理员拿一个问卷给我说，你是否赞成这个报纸要废除？这个就是给柯市长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除了重视新的年轻人，这些传统的票也不能丧失嘛。如果说阿公叫这个他的孙子去投票，还是孙啊叫阿公去投票，谁会听谁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些传统的票我们也不能放弃嘛。那就是这个重点，就是说柏拉图他曾经说过，如果你对政治冷漠，就是让比你更愚蠢的人来统治你。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要把握这个从政的机会。那第二点就是说，希望有容乃大，传统的这些欧基上、欧巴上也是要重视，然后新的年轻人也不要放弃。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志燕兄，谢谢哦，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凯宏。嗨，主席好，各位干部好，那各位党员们好。那我是来自云林的廖凯宏。那长这么大了哦，能够成为台湾民众党的议员哦，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台湾民众党哦，急需要更多认同我们的力量来加入。我在这边期许自己哈，能够尊重每一个不同立场的声音，那跟他们创造更多良性的互动。然后借此争取更多认同的力量。那至于对于我们民众党的期许，我们台湾民众党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要害怕失败。相信台湾有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好。谢谢大家。谢谢云嘉南，我们廖凯宏，谢谢你。好。主席以及我们各位民众党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一个农村的，算中年男子了啦哈。因为以前哦，我们的社会，农村社会大部分都是务农为主啦，很少参与政治。当我看到柯市长这么努力的在为台湾打拼的时候，我很感动。我感动的是，终于有人愿意站出来了。所以我今天看到那么多的党员来到这边，我真的很想说，台湾你有救了，你真的有救了。我有两个方向哦，就是刚刚前面也有同志提到，就是在我们的建议专区里面哦，我们民众党都没有很流畅的管道出现呢，在政策方面。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我们要参与活动的时候，我是觉得像集会游行那些，我们可以参照在坊间那些寺庙团体、宗教团体他们的，包括规划路线等等，指挥等等，才不会觉得说很混乱。上次我看到2018年选举的时候，在拜票方面，有的游行活动我都觉得很混乱，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民众党。你要大汉，这就是你要进步的所在，不你别大汉。缺点我们就是一直要去改进，你如果不改进的话，永远就是在那边。最后，我期许我们民众党能够在我们主席公开透明的理念下，能够一直成长茁壮，带领着台湾2300万人继续向前行。谢谢。谢谢高屏的汉伟，谢谢你哦，谢谢你的建议，谢谢。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党员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身为民众党党员特别幸福，因为我要感谢柯市长，他因为推广居住正义让我抽到新店的央北青年住宅，我觉得是他的帮助。然后，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也买不起房子，所以居住正义非常的重要。那我希望民众党可以一直往前进，可以成为台湾第一大党，这是我们希望的目标。大家一起加油！谢谢子敬，谢谢，恭喜你抽到社会住宅哦，谢谢。主席还有委员还有各位党员朋友们，大家好。然后非常感动，就是在今天来到这个现场之后，发现我原本在家里上网啊 ，Facebook、IG 这些假象，我本来以为加入民众党是一件越来越孤独的事情，但来到现场之后，发现其实大家都还很理性，我们都还在，所以非常感动。谢谢。其实如果你够理性的话，你真的可以发现到现在民进党一党独大的一个力量非常的恐怖哈，这会让我们有点像是共产党的感觉。那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没有另一股相当够的力量来制衡他们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共产国家了。我本身是在文化创意产业界工作，我有身边非常多的朋友在脸书上呢，纷纷的就是那个立场越来越明显，而且是开始出现有一些攻击意识的。对我而言，我觉得主席的清廉、勤政、爱乡土这些事情，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可是，在那之后，主席的理念，我们大家都认同了。但主席，我希望民众党未来可以给所有的人民，台湾的人民一个美好的愿景跟希望。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因为我本身从事文化工作产业的，韩国我忘记是哪个官员，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事情。韩国现在的演艺工业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们因为他们的文化创意产业，他们进军了好莱坞，他们带动了他们国家的观光。台湾在天然的资源上，我们四面环海，百越林立，观光做出韩国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痛苦。然后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我们的观光产业，居然要一直靠政府的补助才能够活下去，我觉得这也非常痛苦。我们有非常多的资源，非常丰富的资源，我们不要再让这些官商勾结的关系，然后去阻碍了台湾。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顺鹏，谢谢你带来文化创意界的心得，谢谢哦，谢谢。好，大家好，我是那个来自台北的弘毅，那我们是那个之前划龙舟的队员，对，那我要说，就是我2013年看了一个影片，是柯市长他去那个西安旅游的时候，他那影片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感动我，他说他现在跟那个共产党有相同的敌人，就是国民党，对，所以他要先来了解那个敌人的那个巢穴，所以西安是共产党的老巢。然后他那部影片还有讲了一个，就是他觉得除了没有党产之外，国民党跟民进党有什么不一样？对，那当时还是学生的我，就是听了非常的感动。那我就买一张机票，就是也去西安走了一趟。对，对，那我要说，其实就是我觉得没有想到那时候只是市长要就是市长要选台北市长，但没有想到最后会有一个党可以让我们这些就是有志同道合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对，那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就是创党的党员，就是大家都是菜鸟，我也没有参加过其他的政党，所以我觉得没有不是说我对党有什么谏言，只是说那句话是怎么讲来的？就是说不要觉得党可以帮你做什么，要觉得你可以为这个党做什么。对，就希望就是要让那个执政就是主导这个党的人，就是当权的人是知道，就是有我们这些默默无名的人啊，就是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很愿意站出来的。然后最后就是我要就是推荐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港湖区的陈佑成，就是他接下来要选议员，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给他非常好的支持，谢谢大家。
谢谢弘毅。好，伟轩请。你好，大家好，柯主席好。我只是来讲说我是钢铁韩粉，气啊，没有啦，没有。我是从柯市长从以前签书会到现在哈，我就是钢铁韩粉啦。然后我这边有照片为证。然后再来呢，我在网络上啊，脸书也有成立一个粉丝团，叫我爱连胜文，但是不是真的爱他，是要酸连胜文的。所以我从以前到现在就开始支持柯文哲市长，然后就是之前在选举的时候啊，然后也有做一个哭手连胜文的影片，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不好，我们现在对待所有人都要用我们温和的心，这个影片是有破100万的点阅率，所以之前在帮连胜文哭手，然后来帮助柯市长来当选了等于是背后的网军。但是我觉得现在民进党网军真的特别多，因为我在我的脸书上面，就是只要我一贴跟民众党有关的留言，下面就很多1450在那边留言，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就是我们众人的力量可以把网军蟑螂的力量把它挡下来。那我相信我们柯市长在之后一定会马上能当选总统。我只是来这里说我是钢铁柯粉，气！谢谢，谢谢伟轩，谢谢你当我们最强的后盾，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基隆明德。好，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那我是来自基隆市的一个国中老师哦，我教书23年了。那我对政治是有点冷漠了，因为我们曾经支持过的政党，他现在也贪污了，这样。那6年前我去参加柯文哲的在木栅游行，就是这件衣服哦。那我一路走来哦，看柯文哲主席的态度都是不变的。那1年前加入政党之后，我觉得党内的每个人都不错，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党太活细了，因为我觉得如果3年后我们柯文哲要当柯总统，我们2年后就要赢得县市长的选举。那我们这2年要做什么事呢？我们应该把党部建立起来，要专职的党工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基层的战力，像我一直想参与啊，对啊，我也觉得说，那我要怎么参与？因为每次都只是看志工，那我们如何赢得选举，或者说各地方的县市议员，如果我们没有在2年后在遍地开花有县市议员或县市长，我们怎么可能选赢总统？那我觉得一个政党要成功，就是要夺取政权，或者其他都是假的。那我相信柯文哲应该想法应该比我还清楚，只是说我觉得太佛系了哦。应该我们该收钱就要收钱，该要党部就要党部。那我们觉得应该成立各地方的党部。那我也愿意，公务人员不当也没关系哦，也可以去投入追随柯文哲，帮助他选总统。谢谢各位。非常感动，谢谢来自基隆的徐老师，谢谢你哦，谢谢。好，接下来邀请我们北基的张传恩。大家好，因为我刚刚是临时投入发言的没想到真的没收到。那我简单说明一下，我今天想要讲的是，我希望建议党部能够未来加强在网络宣传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我们党内各位委员都很认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在宣传的效果上面可能不是很好。因为我个人的同温层来讲的话，转发的次数非常的少。那我知道主席他不希望花太多钱在比如说电视啊、杂志这方面，因为这个经费很大。那如果收了一些财团或者是其他人的钱的话，那之后这些要回报他们也是很麻烦。可是以宣传来讲，我觉得网络宣传已经是其中最便宜的一块了。那而且如果你遵循 Google 或者 Facebook 他们的演算法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它是免费的，你的就是扩散度会更高。那像张委员啊，然后赖委员，然后高委员。他们的发言其实我都有在看，其实也是中规中矩，发言的都很不错。但是在可能可以多做一些互动，就是
在你们的贴文之后可以多做一些互动，因为我看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执政党，那执政党他们的政治人物都会在互相的贴文下面互相的留言做一些互动，那而且他们的图片啊也是做的比较方便人家转发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让相关的党职人员去上网络相关的课程，然后把我们网络这一块去做加强。那我建议可以除了立法委员以外，我们比较有实际的就是台北市目前的市政，那可能可以建立一套 SOP， 然后把台北市目前成功的经验，然后再把像刚刚其他的党员所说的，我们之后在其他的城市建立了党部之后，再把台北市的成功经验用网络宣传的方式推广到其他县市，大概这样，谢谢。谢谢。掌声，谢谢北北基的传恩，谢谢你。接下来我们欢迎是北北基志凯。主席，还有5位委员以及所有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民众党党员，真开心见到你们，谢谢你们。我在金融圈工作12年，一直以来我的主管都告诉我说，千万不要对政治表态，你一表态，你的客户就跑光光。所以每次要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我都是很孤零零的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当志工，然后或者是想办法找到那种群组。那我住新北新庄，我想问一下，这边到底有没有新北新庄的民众党的这个赖群？等一下我们可以互加一下吗？我不想要让我自己一个人又孤零零的每次都要报这种志工，可以吗？第二个，同时我也希望这个总部这边是不是可以开始开立一些线上服务处。我刚刚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旁边有淡水的朋友、树林的朋友，他们都已经有赖群了。我们这些7年级生也许没办法有实质性的这个服务处，但我们网络世界我们很强悍，请相信我们，帮我们开设一些官方认证，而不是假的这种呢，让我们加入可以吗？再来，我36岁，我设法不靠爸妈，也不想当所谓的寄生上游，所以我对于这个居住正义非常勇敢。我永远记得我去副都心看房子的时候，这销售人员一跟我看到我的年纪，就跟我说：“我们这后面都2000万，买不起不用来啊。”那个嘴脸真的是，所以我一直在关心这方面的议题。那我也知道我们现在是执政弱势，所以这个声音一直传不出去。我也知道财团都有2边在押宝，但是就是不押我们民众党。我们靠小额捐款很努力，但我也希望说，能不能有一些实质的管道，可以让我们这些有一点能力，或者是有一点点影响力的人，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招贤纳才的地方，让我们去主动投效、投报我们的能力？我想努力的去为民众党付出一些什么，但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管道，可以帮我们开设这个管道吗？我想知道国家治理学院的这个报名课程要怎么报名，但我依旧不知道是什么管道，要怎么报名？请这个科技委员、高委员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协助一下，可以吗？我是73年次，我不靠爸妈，但我依旧想要在台北里面好好的生存下来，我不想要到外面再去当所谓的南漂族。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实现，请大家帮助我们民众党把这声音传出去，谢谢。谢谢志凯，谢谢，也欢迎我们新庄的朋友可以先跟志凯一起做联络。下一位我们是来自于新北市的卓浩。我很紧张吼，然后我今天想要上台是因为第一，我想跟大家说我真的很爱大家，谢谢，谢谢。对我真的很感动说，在场看到各位，对，到现场，包括我自己，所以请大家给自己还有我自己一个鼓励，谢谢。然后我想说是说，我觉得党内可以 focus 在想办法修改单一选区2票制这个问题，因为上届的立委，国民党拿了2/4，民进党拿了5%的选票，然后剩下8%是第3势力，但是就结果来讲，民进党拿了2/3，国民党拿了1/3的立委选举，然后区域选票方面，那个第3势力全军覆没。对不起，还有个3Q 哥啦，只是真的有人认为3Q 哥是第3势力吗？这个我有点怀疑。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方向。然后第二个是做知识管理的方面。小弟我参加了许多次的民众党的活动，还有包括今年的暑期青年营，感谢怡轩，真的办得很棒。但是参加这一连串的活动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学到了很多，然后也真的更了解的民众党的方向跟内容。但是因为我们参加的人数并没有就是说实际到场的人数并不会那么多，所以我希望建立一个知识管理的系统，可以把这些我们学到的东西给传达出去，给更多的人可以做更加的学习。因为毕竟现在人大家都比较忙，但是如果在线上学习会非常的有益处。然后第三是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资讯的环境，可以把我们民众党从网络上、从资讯软体上面推广出去。然后最后再说一次，我真的很爱大家，谢谢。谢谢左浩，我们也爱你，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我们北北基的伟权。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的廖伟权。那我其实从2013年阿伯踏出台大医院之后，我就一直每天都一直关注着阿伯的新闻。那从2014的胜选之夜、2018的胜选之夜，我也都一直待到底。那其实到今天，民众党的成立以及开了党员大会，其实我要感谢柯爸爸、柯妈妈当初的决定，让阿伯出来选举，然后让大家跟着阿伯的脚步，可以支持他，然后一直到今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那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上班族啦。那其实我住在台北市30年了，其实我真的没有看过这样有魄力的市长，在台北市可以有这么多的建设以及制度上面的改变。那因为说实在的，我到现在还是没有买房子啦。其实这也是现在7年级、8年级生还有甚至6年级生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那阿伯当然也在这个地方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还是想住在台北市，所以希望陆续包括5位的委员可以在居住正义上面，也许不一定是就是社会住宅的部分。也许可以从最根本的部分，例如说，就是一直过不了的房屋税，这个部分希望可以再多加力道。那其实，民众党成立的1年，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小小的建言，就是我们的发言人的脸书啊，或者是公共场合，其实说实在的，不要去理什么不分区议员了。说实在的，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民众党怎么样去宣扬自己的理念，跟宣传阿北现在所有的政绩。谢谢，谢谢伟权。接下来是我们熟面孔凯君。主席，然后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午安。首先，我想先借大家的手哈。就是感谢我们度过创党以来第一个难关，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再来要借大家的手，要感谢我们的柯爸、柯妈，还有佩奇医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阿伯，他们就像我们的民众党之父之母，还有阿公阿嬷，所以很开心。今天我是台商后援会的执行长，台湾新政党就是民众党，大家可以看。从总统选完之后，我们持续遭受霸凌，蓝绿政客po文悼念李前总统，叫做怀念。我们悼念李前总统，整天被念，大家说这样合理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改变蓝绿，将蓝绿扫入垃圾堆的最重要一个原因。还有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这边开开心心的开党员大会。国民党、民进党还有某党主席、立委，是不是现在全部都在北检里面？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永远坚持我们的理想，永远下去。接下来，丘吉尔曾经讲过一句话，为了守护家园，我们站海上、站海滩、站城镇，我们都要赢得胜利。那我们也是希望民众党。站台北、站台中、站高雄，我们都一定要取得胜利。好，谢谢。最后，我给党2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缴党费，真的，我们大家心里很想缴党费，对不对？不缴党费会有问题，会有很多的幽灵党员。拜托，让我们缴党费好不好？拜托，谢谢。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就是全面走向数位化，基本上就是以后现在我们要全面跟世界接轨，包含我们的所有的学院治理，包含我们之后的党员所有联系，基本上都可以数位化。再次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凯君。接下来是我们桃竹苗许圣林，圣林。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竹县新丰乡的许圣林，那也是柯市长新竹中学的学弟。那我相信今天大家在这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2024年可以送我们的阿北送进总统府，对不对？对。在这之前，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就是2022。那我相信我们的党也会提名非常多的优秀的人才，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也知道最近国会抓了6个委员进去那个北检嘛，所以我在这边希望建议我们的党在广纳人才、广提名人才的时候，能够确实调查好他的背景，跟他这个人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的党跟时代力量一样，是标榜着高道德水准的党，我们经不起这样的打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注意这个部分，这是我衷心建议的。OK， 谢谢大家。谢谢圣林。再来是我们来自新竹的乃夫，欢迎。大家好，我叫肖乃夫。我在那个空军界在民众党的空军界也奋战很久了。接下来我要讲的话可能不会太好听，对，我汇集了一些网络上对民众党一些期待一些声音给党这边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社团或者在粉专可以知道说很多的我们的党员针对那个蔡壁如委员长期在党内集权，做了很多的决策。那这个决策，我们知道说，有些是补选我们遍地开花。那我们遍地开花这个候选人，他的经费到底是有预算到底是多少？听说高雄目前已经花了1000多万了。那这我们1年的那个政党补助款也才7000多。那假设说我们党内在候选人补选的这个时候已经花了这么多，那未来2022我们在提名其他的候选人的时候，是否以相同的标准去补助这些候选人？然后接下来我们新的秘书长已经上任，那接下来蔡壁如委员在党内他的权力的分配，到底有没有办法直接的 deliver 给谢立功秘书长？对，因为我们知道上一个秘书长张泽阳先生，其实上任之后几乎都在爬山，游山玩水，因为他知道我听说的都在那个社团里面听说的，听说就是基本上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做一些决策，做一些决定。那希望说蔡壁如委员这边能够帮忙，能够在这边承诺，把党的权力下放给新任的那个秘书长谢立功先生。好，谢谢。好，谢谢乃夫。接下来是我们来自桃竹苗的萧凯婷。阿贝，所有民众党的前辈还有伙伴们，大家好。我有2点建言。第一点，最近爆发这个立委甚至党主席疑似收贿的事件。那当我们用1只手指着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有3只手指正指着自己。我想只要是人都会迷惘，都会犯错。未来同样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民众党的身上。在此，我想要请教阿贝以及党内决策的伙伴们，民众党如何从现在起从制度面上去预防，避免未来再发生？那如果不幸再发生的话，又该如何处理？他山之石可以攻错，那我真的希望民众党是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政党。第2点就是阿北常说这个改变政治文化，那第一步应该就是要在党内先形塑一个良好的文化。那阿北曾经说过，要把务实解决问题的企业文化带进民众党。
那想请问阿贝以及党内决策的前辈们，这一年来，你们觉得民众党是不是已经真的逐步建立这样的文化，务实的去解决每天遇到的问题？如果不是，那还欠缺什么？今后又应该怎么调整，才能往正确的方向前进？身为党员，过去1年来看到许多内斗跟放话的负面新闻，对于党内是不是能够真的形塑良好的文化，身为一个党员感到非常的忧心。我是桃园党员，我骄傲。以上2点建言，谢谢。谢谢凯婷。好，接下来这位比较特别，他刚刚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他其实没有登记发言，是有人希望他来发言。我们欢迎桃竹苗的敬伟，大家掌声鼓励。阿北好，所有的委员、各位党员朋友，大家好。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要建议的，我只是想来这里告诉大家，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一定是因为了阿北的精神、阿北的理念，感动了大家，汇集成一股力量，大家来这里。我只想说，党的刚成立，很多事情、很多章程可能都还不是很完备，所以有很多的意见、很多的声音，乃至于地方上。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志工的纷争啊，或者是各类的冲突。我希望接下来我们章程过了，也希望说秘书长这边可以多用点心哈，在那个我们地方的组织上，或者是一些规范上能够更明确，让大家知道着力的点在哪里。也希望说2022的选举在地方人才的举才上，希望真的能够多审慎的考虑。我们因为这个党非常的高标准，我们大家都对他有很深的期望，也不希望说届时有一些什么事件来伤害到党。最后，我只想说，谢谢台上的立委跟所有的干部跟所有的党员朋友，谢谢你们到这里来，我们今天终于成会了。我是罗敬伟，我相信柯文哲，我相信台湾民众党，我柯粉，我骄傲。谢谢大家。谢谢敬伟，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慧琪，谢谢。嗨，阿北你好。好，我是陈慧琪。这里有收集一些大家想说的话，然后把它说出来这样。就是民众党1年不是有7、8千万的补助款嘛？那是不是可以把钱用在对的地方？然后会觉得说好像都一直在选举，那是否是真的可以增加民众党的声量呢？那我会觉得有一点在，会有一点消耗到志工的能量与热情。那然后我希望党的财务要公开透明，不管是辅选的花费或者是公关公司这些花费，然后因为我是以民众党的公开透明的财政纪律为骄傲，所以我希望可以知道说花了什么钱，做了什么事。然后我也代表我家阿贝拉 TV 说一下，因为前几天有人在我们的频道留言说，以为党部有给我们钱，我要说我们是100%的自媒体这样子。然后我很谢谢这些默默付出的义勇军。然后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常常在 FB 分享，然后有时候我也会做影片。我不是爱做，因为我只是想要分享正向的力量出去，给非同温层的周遭朋友知道说阿北在做什么，民众党在做什么。好，谢谢大家。谢谢慧琪的正向力量，谢谢。接下来是中彰投的江兆宏，欢迎。大家好，阿北好。我这边有几点希望给党部建议。第一个，我看到我们党章已经修改了。那针对党中央部分，当然包括党主席、党代表啊、中央委员之类都有。可是对党内部的，包括文宣部、组织部，整个党的组织架构，事实上在我们看来，在我看来，我看不出来它的组织结构是怎么样子，各个组织的执掌，它的区分是怎么样子。这个会衍生到就是说，我会希望党能不能建立一个地方经营的组织，地方经营的中央党部，能够提供地方经营的，不管是不管是各个委员负责的区域，还是说各个志工能够服务的地方，能够有这样一个执掌，能够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或者是相关执掌的
办法能够去区分他们所该有的权限为何。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针对公开透明部分，我还是很希望就是说，我之前在上台中班的那个地方治理学院的时候，我听高委员跟我讲说，公开透明很简单，他以为很简单，然后他跟我讲，事实上很难，因为他跟苏院长要一个1000多万个口罩要不到明细。同样的，我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在民众党内部，我们要一个选举开支不行。最后就是说我希望志工是就是说，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先有党工的办法出来，是不是可以有地方志工服务的办法能够先拟定出来？因为志工你进一个党部可能要20-30万，可是志工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好，以上。谢谢赵宏。接下来是我们庄头的玉兴，请欢迎。主席，台上的各位委员以及台下的各位算党员吧，大家好。我在这边有2个问题想跟我们的党中央提问。第一个是我们台湾的国际关系问题，第二个是我们之后可能的地方人物的管理问题。第一个，就目前台湾国际关系来讲的话，就是中美是已经确定是一个对抗的态势。那2大之间难为小。之前主席有说过，日本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但是台湾跟日本有可能有2个主要的差异。第一个，日本具有完整的国际人格，而台湾没有；而第二个，日本具有完整的产业链，而台湾也没有。我们台湾的产业主要着重在后段代工，或是简单的 OEM、ODM。像真正前端的，比如说丰田汽车，甚至半导体一些前端的原物料，这部分台湾一点能力都没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学习日本的话，以日本当我们的模范，我们真的学得到吗？如果学不到，我们要该怎么办？我听说我们有党团，是不是党团这边？抱歉讲错，我们有智库，是不是智库这边可不可以提供一个更深入、更一个完整的论述？让我们可以去相信我们做得到。第二点，地方政治的管理，未来我相信民进党会一些地方政治人物，但是面对所谓的人情世事、一些地方图书馆的利益，以及我对人性的看法，或许这2天发生在其他政党上的事情，也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从政同志身上。请问党中央该如何规范管理？谢谢。谢谢。好，谢谢玉兴。接下来是邀请我们台中的里长江和树里长。谢谢主席我是大里区的里长江和树。今天非常的感动，尤其看到柯爸柯妈来参与我们大里人的泼水节，90多岁来到现场。我们今天大里的爱心厨房是休息的。我们今天来的都是长辈，都是65岁以上的，最高年纪的有76岁。今天和树为什么会说这个？我们要大家知道说，加入民众党不是年轻人而已，还有我们这些长辈，感谢你们，尤其是我的干妈干爸们，谢谢。谢谢。因为有他们的支持，因为我常常跟因讲，爱给因洗脑，给因完全的观念唔对的，一定要给因改变。因为他们心中只有蓝绿，我讲我们还有白色的力量很重要啊。因为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关怀据点里面，把我们的主席来推荐。为什么？我在参与和平的湖选的时候，我真的被阿伯感动。为什么？他居然住在国军英雄馆，一天才500块尔，透早还有早顿。你甲看，伊心内想一句话，因为这不是伊的钱，这是咱百姓的钱，伊足欠。这就是我看得出来讲，一般的民意代表去大的，绝对是拢2-3千块以上的。为什么我们市长那么省？大家拢有司机啊，伊无车，无司机，
这么欠的市长是咱未来的总统，你讲对唔对？一定要斗邮票，这最重要。因为目前真的台湾媒体害死了我们台湾民众党，因为咱讲的话10句，其中一句被剪接，讲实在，我们来不及来解释。我们希望台湾民众党有各位的参与，看到今天的感动，把这。好，谢谢我们的理事长。接下来是中彰投我们的吴庭月，欢迎。主席、各位党员，大家好，我是来自彰化的吴庭月。我在这边，首先我很开心说，党内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包含很多意见。那其中，我先说一些比较不好的意见呐。首先，我会希望蔡壁如委员在 FB 发文的时候呢，可能要多思考一点，比如说最近的某几篇贴文可能提到了蔡英文的论文事件，但我们觉得说，那个事件就跟你打柯文哲的 MG19或者说7杠1之间一样，你打那个案件只会造成你自己的声望，或者对党团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这部分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够三思，不要落入人家的圈套。再来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常讲民进党的堕落，那我们现在在建党之初，我们应该在党章的部分建立更多相关的规范，也就是可能 SOP 之类的，避免我们可能老了之后，但是我们的精神也被人家改变了。我们就可以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精神就很好，我们有个共荣的精神，我们可以接受多元的声音，不管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年龄。那在中央委员会中，我们会看到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们年纪都很大。那也许我在想说，这虽然是一个比较天真的想法，那也许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老中青3代年龄分龄制度，那让年轻人可以进去，然后跟老年人学习，让年轻人的声音可以直接到中央党鞭。那甚至是在前面的几位党员，他们提到意见很好，我们要建立一个数位化的管道，我们不管是我们也可以建立新的 APP， 或者说我们光谱论坛，我们的光谱论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它的制度跟它的构造并不能只打天听，不能由高阶党员来直接回答问题，那这是很可惜的部分。那我希望这些可以更进一步的去让有改善空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庭月。接下来邀请我们桃竹苗殷瑞成，瑞成请。主席还有所有服务团队，大家辛苦了。民进党不是民进党，民众党一路走来呢，有很多的艰辛，还有很多的一些挫折。那我很开心的是，我从大专时期就在追阿北，不是喜欢他了，就是对他的热忱。我说哇，这个人是不是怪物啊？怎么会那个就是没有跟其他政党来说，他的执政率为什么总是都是第1名？然后我现在在从学的阶段当中，有接触到美工设计，然后也有帮一些服务处来做设计。像这张贴纸就是我为新竹的总服务处，这个我们罗敬伟总干事的服务处呢，然后我看到他们也是一样陪伴阿北在这一路走来，非常的辛苦，然后也看他就是很少休息，所以也是感谢所有服务团队。然后在光谱论坛的部分，我想跟柯阿北就是讲，就是说，因为我是那里面就是热门讨论议题的第1名我是希望呢，民众党可以党费来自费发行党证，因为党证除了可以就是让民众党的党员呢有一个就是向心力，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完成一个目标，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国政课的一些要进入党部的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个识别，然后跟一些的优惠商店的部分，所以还是希望所有党员呢，然后我很喜欢阿北一句话，就是没有你们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个结果。好，谢谢各位，谢谢瑞成。接下来是北北基，我们邀请蔡玄年，是欢迎。大家好，我可能会专程讲台语。阿伯你好，民众党的大家成员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义布袋蔡汉年，但是我即马目前住伫淡水，我看到真侪，不管是公关机关、
公共机关还是民间团体，一寡联络上，无法度达成共识。在一个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从布袋离家的一个不敢说自称孝子，但需要母亲的一个协助的情况下，民众党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协助。那我也希望在民众党的支持下，在我努力的范围内，能给大家有一定的程度的帮助跟协助。那也谢谢阿伯用医者德心，让以病人的心态去做一个看待每一个人，去做治疗病人的行为。我本身是个看护，看护本身就是个照顾别人的职业。但看护本身也会生病，在我生病的同时，我感受到了台北医护人员的关心跟关爱，但我也感受到了人情冷暖，让我发现了钱不是万能，主要的是你付出了多少，得到了多少回报。谢谢大家。谢谢学员。接下来邀请我们高雄的执行长乔英。各位党员朋友们，还有我们主席委员们，我是乔英。然后从这边呢，站在这边最主要是要帮这3年来担任版主、担任科本俱乐部的一些出外代志工的这些执行长，甚至到现在后援会，甚至到高雄组织部这样子，所以我现在代表一些党员们，说出他们的建议。第一呢，就是缴党费，我要缴党费。现在不是+1、+2、+3的问题了，是很多党员在群组里面跟我说：“乔英，拜托你一定要跟阿伯说，为什么不收党费？导致我们幽灵党员那么多。OK， 这个世界上你没有付出就不会爱惜，就好像我白白给你的一样，你就是不会珍惜。你用钱，你用你的付出去赚来的钱缴来给党用，你才会真正的珍惜这个党员的身份。那收到了这个党证啊，不管是电子的，你也比较会珍惜。OK， 第二，会有定期用 LINE 或 Mail 做党务方面的连结，好让大家了解我们的主席甚至5个委员现在在做什么，针对哪一个法案。好，因为呢，其实民众党有很多名人。我们脸书追不完，那如果说有个代表性的 mail， 那其实我们会比较好连结，所以阿伯可能要请那个佩吉姐姐啊，钱个开瑞赖艾特个买瑞，我帮你募点款啊，我们富南董坐在那边 ，OK， 然后第3个呢，他说建议阿伯注意自己的发言，讲话要能忍，不要那么爱嘴。可是呢，我很想说，我就爱听阿伯嘴死人家，俺就爱这笔也对不对？所以请阿伯放心嘴吧，你的功力全开，我们就集体佛系高潮，谢谢。然后接下来就是培养地方组织，踊跃参与地方公听会。我们高雄现在有3个拟参选人，三民、左南还有凤山。希望现有的参选人之外，各位高雄的党员可以再推荐一下在地的有服务热忱，也非常。我很必要吗？好，乔英干温了，谢谢。乔英大家都很熟悉，可以。先让别人讲完，这样。拍谁？小英拍谁啊？好，接下来谢谢我们是中彰投博洋，欢迎。主席5位委员然后智库跟各位党员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的博洋这样子。那我是想要向我们柯主席建言是说，主席目前我个人觉得您还不太像个政治人物。怎样说不太像个政治人物？因为太高以太真实了。
因为虽然说大家就是喜欢这样子的柯主席柯阿伯，但是现在政坛这么险恶，尤其在蓝绿夹杀的环境之下，还是要像个政治人物，要不然很容易就被做文章。像刚刚那个我们江河树里长说的，他说你去住国军英雄馆，一个晚上只要500块，馆方私底下帮你升级，后来被你知道，你还拒绝说不要。为什么？因为这是人民纳税钱的钱，所以你要省下来。这样，我听了很感动。但是如果这是一般的政治人物，一定会莫名其妙的就流出去，然后就被媒体歌功颂德一般这样子。那也因为主席阿伯您太正直了，讲话才会被私言做文章这样子。那如果以一位未来可能要选总统的高度来说，谨言慎行，在慎行这方面您是做到了，但是慎言可能还需要更小心。以上，谢谢大家。谢谢博洋。好，接下来是齐翔，那那个齐翔也会借巧音30秒，来，请。来，请。大家好，党员好，柯本好，阿伯好，5月立的大家好啊，我是台中后援会的副执行长啊。其实我要提出的要求就是很简单，我希望党部能多重视在地经营，多在地经营一些活动，像是公益的活动，或者是亲子的活动，6日大家可以大家一起去参与的，让大家可以多认识民众党。不要说选举前投了政党票，我要陈情去哪里陈情，然后也不知道民众党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对吧？像我在台中，我根本也没办法联络台中市长，我根本没办法跟他陈情，对。可是我有办法找到这个民众党的服务处或者是陈情的地方的话，它就是一个加分，对。希望能突破同温层，不要都是跑志工活动的时候都是只是柯粉，对。对吧？然后我很谢谢台中的党员还有志工今天愿意来参加党员大会我们出了6台车，对，谢谢你们牺牲假日时间来参与，让党员大会能够顺利的进行与成立。对，谢谢台中的大家，谢谢。然后最后就是预祝阿伯生日快乐。对，8月6号，我先预祝你，因为8月6号我可能没办法跟你见面。对，我先预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来，赶快乔英30秒。我凹了齐翔30秒哈。然后再来一个意见，就是党纪是什么，要有明确规范。第二就是党的运援品要开卖吗？他好想要买我身上这个原 T， 就是台湾民众党那个，就是之前大众走做的那一些，有些人买不到。然后接下来希望阿伯脸书的那个 IG 啦 ，IG 动态多一点，因为现在年轻人真的都是比较多 IG。OK， 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以上党员们的建言，我们都已经听到了。那我们最后呢，也请我们的柯主席来总结回应一下。好，掌声，谢谢。其实大家讲的我们都有记起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新兴政党在初期还是跌跌撞撞，所以在这1年当中，我也承认是走过风风雨雨的但是作为一个有反省能力的政党，你知道我们会继续努力，不会辜负台湾人民的期望。其实今天在场各位都是自己这样，我们也不是说什么去什么动员的都是大家自动自发这样前来，你知道其实我们可以每天7点半准时上班，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说，我们常常想到说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这是一个台湾的希望。那当然，这个鞭策的力量我们会记在心里面的其实政治还是险恶的。你看这几天，我想大家在电视媒体上都看到，几乎除了我们以外，其他的政党全部中枪，你知道？但是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你知道我们还是要
我认为我们最终还是要相信制度，而不是相信个人的。所以台湾民众党终究还是要用一个制度、一个文化哈，去领导台湾。那在今天，谢谢大家来出席哦。我们这个章程这样通过以后，其实我们马上要开始做下面很多工作。第一，我们要公布那个党代表的选举办法，然后要进行党代表的选举。然后做在这个党代表出来以后，我们要组成一个新的一个中央委员会，你知道哈？我们的确要开始准备2022，你知道哈？很多东西要准备。那我想在这个月这些选举选完以后，我们会开始到各地去办这个党员的座谈会哦，比较小型的。因为人数太多就没有办法去沟通了，所以我们大概一个地是一个，我们就辛苦一点到每个地方去哈，那开始建立我们的党组织。的确，我们要很扎实的在地方你知道去努力，你知道我们希望说最后用一句话来做今天的结束，你知道，我们希望说台湾因为有我们可以变得更好，我们大家继续努力。谢谢主席。